丽丽，哭什么呀？我还没死呢。娘娘，您可算醒了。奴婢就在您身边坐着，看着您这都瘦了一圈了，奴婢心疼。您说，你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苦啊？这一路上跟着我受苦了，本来看不到你我还挺担心的，现在看到你，我也就放心了。奴婢和那2个侍卫早就到了，您被皇上带回军营后，就一直昏迷着，直到大军搬进了平宁城，奴婢就一直在您身边候着。咱们现在在平宁城？对啊，娘娘。昨天你醒来之后，跟皇上说完话又睡着了，奴婢看您实在太累了，就没忍心叫您。一提到齐胜，我就一脑门子官司。看皇上昨天的脸色，像是您和他聊得不投机。皇上不会是真的要对您动手了吧？现在看来，他应该不会对我做什么了。但是什么？娘娘，您可别吓我。他向我表了钟情，但是我还没有办法面对这份情感。娘娘，皇上对您表钟情，这可是天大的喜事儿啊！什么喜事儿啊？皇上是什么样的人，你不清楚啊？他曾经对我好过，也曾经想要过我的命，我的喜怒哀乐，甚至我的生死都被他掌控着。我不敢接受一个这样的人。娘娘，皇上现在忙着战事，您又不辞劳苦的来了，就别再跟他置气了。我也没什么可置气的，只是我明白了他对我的心，我反而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了。不知道九王那边怎么样？